作為一個建築師，一直以嚟我都有一個夢想，就係希望我設計嘅建築物唔係單純係一座座水泥建築，應該係綠油油、有生氣、可持續發展。作為一個規劃師，城市規劃係一個佈局藍圖，建築係當中組成嘅關鍵，應該同社區環境融合，為下一代創造出一個更綠色、更美好、更宜居嘅環境。所以今日我哋嚟到呢度，想睇下點樣先可以實現我哋嘅夢想。要實現佢哋嘅夢想，其中一個方法就係區域供冷系統啦。以啟德區域供冷為例，中央製冷站會製造冷凍水，並輸送到啟德區內唔同嘅建築物，用作製冷嘅用途。有咗 DCS 建築物嘅天台，唔單止冇晒冷氣機組同水塔，仲變成寧靜嘅休憩空間。就以整個啟德體育園同 Airside 呢類大型商業建築為例，都用緊我哋嘅區域供冷系統，空調運作成本大幅減低，仲提供更多綠化嘅空間俾大眾。而家成個啟德更涼爽，無論嚟行街、睇 show 定運動都更舒適。建築物同環境真正融合，唔再係紙上談兵。機電署除咗有專業團隊，致力提供可靠穩定嘅區域供冷服務，我哋近年更加引入人工智能同埋全球導航衛星系統，去提升 DCS 嘅可靠性同運作效能。空調對於日常生活相當重要，冇咗佢，好多經濟活動都唔可以進行得咁順利。區域供冷系統嘅能源效益較傳統氣冷式空調高35%，建築物設計又有更多彈性。而喺集中管理下，運營同維護亦更具經濟優勢。區域供冷採用咗共享設施嘅概念，只要採取靈活投資，配合社會發展嘅需求，就可以降低建設成本同埋使用費。咁綠色環境同埋企業投資從此雙贏。除咗啟德之外，區域供冷已經喺香港、內地以至全球多地廣泛應用。足以證明區域供冷嘅技術能夠適應唔同嘅地域環境同埋供冷嘅需求。未來北部都會區嘅產業園同埋大型嘅發展項目都適合採用區域供冷。政府將會提供支援，包括樓面面積嘅豁免啦，同埋稅務優惠等，推動企業廣泛應用。而機電工程署亦都會提供技術嘅支援，同業界分享創新科技嘅應用成果，攜手邁向香港2050年前達至碳中和嘅目標。老公，咁你之後係咪會起更多好似呢度咁靚嘅天台花園啊？呢度真係好靚，好舒服啊！日後嘅北部都會區同埋其他新發展區，我哋都會打造出一樣咁靚、咁舒服嘅綠色環境嘅。好啊，咁我同 BB 就一齊等你創造嘅綠色未來啦。好啊。